好啦，证件我看一个啦，讲3遍啊呢。总是咱看你的证件吧，无要你规单看一个。哦。来啦，身份证好吗？下路。报警！我即马甲你报告。走，什么案件你身躯要走？身份证号码？身份证号码？我袂记你。袂记你啊？什么案件通缉？无案件。小朱什么名啊？小朱，你的身份证先报来啦，莫搁搞怪啊啦，等于查嘛是有啊。第一名你先讲者，来，你先报名来，我查者，哦。你莫甲我弄你的裤破去，哈？有啊，有你吧？哦，有弄了。教师头一讲通缉啦，对不啦？嘿，你唔知嘿？